讲到第32届团结金曲奖，有真侪优秀剧团甲作品入围，而且这回特别奖是颁发予已经过身的四海唱片创办人廖庆元，甲歌戏的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。 以昭君出赛做分界，对舞台音乐服装到表演拢正有路，展现无限无共的民族风情。女主角王昭君由新团歌戏团东跳小段张明义演出，这出新团年度大戏《昭君丹青院》入围第32届团结金曲奖，包括最佳团体演出奖、最佳编剧奖、甲最佳导演奖等等6大奖项。新团歌戏剧团已经第32个年头啊。 小团其实要来甲这出戏做起来，其实真无简单。啊，老师嘛就拍拼，一直甲阮募款啊，吼，甲阮互阮这出戏会当演起来。除了昭君丹青院共款是戏剧表演类6大奖项拢有入围的作品，又搁有长美魂歌戏团的《光华之君》，甲春美歌剧团参金鸡演社做伙演出的《雨中戏台》。小圣经是我命。规个过程哦，这两团啊，本来是一个传统班啊，本来是一个是现代班，一个南一个北。结果阮咧排戏甲演出来这期间啊，两团的迄个斗阵啊，拢足融洽。其实就证明了，让台湾本土长成的这个传统戏曲，是在现代来讲是受到肯定的。 这届团结金曲奖戏剧表演类的特别奖颁予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，出版类特别奖颁予四海唱片已经过身的创办人廖庆元先生。10月初9就会正式颁奖。记者民间林学凯台北报道。